大家好，我係 Jenny。除咗喺香港浸會大學裏邊讀 A first-year student from the School of Business，我仲係一名烘焙家、創業家，希望化興趣為事業。創業係唔簡單嘅，但回想起甜品可以分享快樂，仲可以轉化成有意義嘅社會價值。作為一個 SEN， 我都想支持翻我哋 SEN community。每個 SEN 都係獨一無二，佢哋每日面對嘅困難同我哋想象中係唔同嘅。尤其是係大專以上學歷嘅 SEN 人士，畢咗業出嚟社會面對嘅難關就唔喺學校咁簡單。於是我想開一間 training cafe，去 empower 啲高學歷嘅 SEN 人士，希望佢哋喺 cafe 除咗可以適應新嘅環境之外，仲可以學識到新嘅技能，例如溝通能力。希望佢哋學到呢啲 soft skill 之後，喺日後去返佢嘅學業嘅時候都可以用到。不知不覺間入咗 BU 都就嚟1年啦。作為一個 business student， 我梗係玩咗唔少嘅創業比賽，喺學校入邊得到唔少嘅支援。例如 Career Centre 舉辦嘅 Startup Saturday 贏咗3萬蚊 seed fund， 仲有 Business School 舉辦嘅 A Night for Failure 係一個 pitching competition， 同埋嚟緊會參加一個 BIG 10。喺呢啲活動裏邊，我得到唔少嘅 professor 同埋 mentor 嘅支援。我嘅 startup 之後會陸續有唔同嘅 project 同埋活動，請大家敬請留意我哋嘅 IG 同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我哋嘅產品除咗有曲奇餅、蛋糕、雪花酥、麵包之外，我哋仲有整唔同嘅禮盒，例如中秋節嘅月餅。我哋仲有唔同嘅 workshop 可以參與。今次嘅拍攝好多謝學生事務處喺獎學金及資助計劃捐贈者感謝茶聚2024到2025年，以我的夢想為主題拍傑出學生影片。想睇多啲浸大嘅活動同埋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啦〜